大家好，我是阿婷，我是 Lucy， 欢迎收看。恒春西冰山的四高站，伊的地质年代大约是伫个9万至14万当前。以早沉积的环境可能是内海，还是港仔喙，所以会当伫遮发现真侪蛤蟆、螺仔、甲金仔，甚至有大型的饲养动物的化石。今仔阿婷来到屏东的恒春，毋是要来遮耍水哦，是要来找一个我读册时代就知影足厉害的先辈林金文馆长，有外敖对我来就知。好，我身躯边这位就是咱的林馆长啊，因为我知影馆长你伫恒春半岛有足侪宝物的，对无？所以最想要来对你去野外看卖啊，你迄宝物拢藏伫倒位？唔是我藏伫对，是因伫对。哦，今仔日咧，咱要来恒春的这西冰山，这支山哦，大概为迄个海参馆遐开始，伊每年落大雨，做风太了心啦。水安尼冲啊，山就崩啊，溪啊就会挂，溪底就头就会变嘛，吼，伊会滚，啊，就一寡新的地层地造出来。啊，其实啊，这四高点，哦，一点两点的地层嘛，吼，四高点，四高点，哦，这就是咱今日要找化石的所在。啊，馆长，咱遮有啥物款的？有可能有啥物款的种类？比如讲是陆林的，还是海林的化石？一般啦，咱恒春半岛咱西冰山出土的，就是咱这路上动物啦、牛啦、马啦，哦，甚至树嘛有啦，哦，拢种有伊的化石出来。啊，咱海就是一寡只海生物嘛，哦，就是讲红鲟啦、海胆啦、哦蛤蟆啦、螺仔啦、酸蚵啦、哦鱼仔啦，哦啊，其实唔是讲一定有。就找得到啦，但是找化石就是爱拄到你有运气无，你敢有缘无？哦，安尼，啊，咱即摆咱就吼，咱就来起底，咱来起底。林馆长是恒春化石工作站的主人，会红叫馆长是因为1994年的时阵，我伫恒春开一间蓬莱化石馆，到今伊的化石收藏已经超过5万件。伊讲恒春半岛的金马化石有超过50种种类呢。几只落来？有只落来啊！迄座溪啊，遐石头，你看嘛，你若知影遐石头内面堆是原有化石需要包条的。对，这边啊看。摸看，摸找看觅，嘿，安尼看伊个基因到底。来到遮一定爱先会晓找遮个岩石。我刚才要看这种伫外口的。哦，这原地就有一寡遐螺啊、蛤蟆，伫山顶会当找到这，表示讲这较早是伫海底。这个年代大概它伫迄个20万年到50万年。哦，一件甲一件，你望看嘛，伊这个表面较平较沙。像这个物件，你来看，这较粗的这个，这等下你个吼拢。唔免啊讲啦，你讲你是加了你的亏力的呢，这种沙啊，你看，哦，内底拢，这种沙啊嘛，沙做，啊像这丸都无啊，这丸应该有物件，你看像这样呢，有无？白白这啊，这就是一般咱的蛤蟆伊的壳、伊的碎皮啦，哦，你看，等下，你讲的时阵吼，爱打这块石头，爱放个稳。较袂讲着手，有无？你看，哦，内底有白白，你看白白白，这蛤蟆啊，你看。所以馆长是按外表去判断，毋是讲你有迄个电光的目睭会当看到石头内底。无遐厉害啦。这拉这种差不多就是20万年前。咱来看，今仔日的卡罗安啦，哦，今仔日像安尼，像我这个抱自信心啦，唔免讲安尼一定互家己压力大，你压力大，这个天公压力嘛大啦，对啊，天公互相给安尼做嘅，OK， 好，来，有只，叫石头头行个，脚行，心爱看，目睭嘛爱看。
食。对啊， Hello。对啊。哦，上个ham，像鸭ham啦，这支算介大支啊呢？象牙贝，象牙贝，象牙贝，不水的呢。眼睛，这支水，这支水。这个是好吧，两个继续来变回去，来，帅哥，你遮安尼，你准备要讲对一件，带你考验一下，看你目睭有来无？哇！哦，哇，哎，我讲个声哦，进去。哦，那这拄好。我来看这件，这件就像伊是刷盐，伊个有一点粉，啊，这件开起来再看，你看啥物？哦，伊很体食嘛，你看有无？食啊，Hello，这件都标准的，这条安尼。伊的平面，那有这个伊的骹嘛，啊，这个伊迄捅出来迄个，这啦，这骨头这个，这个翘这啦，但我家己啦，这件我袂讲啦，炸的我炸等去清啦，较细，但是毋是细啦，较好炸断去，毋是细啦确定伊内底，已经有啊，决定有啊，啊，为着要会较将来甲清出来较完整，观众今晚要来开资料是吧？无开要交代，这爱看判断来。我讲三个，伊若有开的表示有都有机会。啊，因为这个物件袂使讲伤大个，因为伊这定度无阮界定。来，有啊，啊咯，安尼开我就有机会啊。这要正常食吼，爱用快干。精炼的，精我有呢，敢袂？来啊！你个会晓讲要摕快干来泡开，安尼伊会无少较完整嘞，安尼就对啊。红金啊！有呢，看看，你要食心就食，食有去食，食，目睭搁伫食。哦，看着看，靠来食，我看到无？你来食，有无？你食，即只红金的质料多含遮小共，所以走入去、翻入去是伊即个地层、即个地形、伊即个质料，啊，这就是伊大根眼啊，才伊卡伫遮。啊，所以我拄看到这种点无，啊，这伊卡伫遮有啊。所以我倒是为安尼，啊，要判断讲伊是伊的脚只片，还是伊的腹肚。你讲过，我着腹肚时就较麻烦。腹肚要完整，要这样平放，较困难。安尼。这较早咧窟窿啊，啊，为啥安尼？因为伊安尼雨水量大小有影响到伊安尼滚动嘛，吼，伊安尼滚嘛。加上这条溪啊中游啦，伊中哟，我安尼敢有算出师啊？这金的呢？你今就出师，你本来你今你合力就算袂歹啊。这石头来讲，这个矿石，因为伊是沙啊，加咱这个酸湖，这个石灰岩内面的这资料，你有这种结晶的经营，就是讲我这个地层是属于石灰岩靠球的。啊，所以你今仔讲的这袂歹，就是讲你已经嘛要，你会当毕业嘛啦？当毕业啊？你当毕业嘛？你当家己来。啊，这个是啊，这就是最可乐啦，点缀的缀，这文涵呢，这是布纹格啦。布纹就是布啦，布的纹有无？这布纹格。你做趣味的，伊会甲迄涂骹起的物件是啊，这最可乐。啊，这石花足水的，这种是啊，这几种石花，石花。你这个真正包一个物件呢？来，我看嘛，这就是两界的结合啦。啊，有可能内面有较少哦。我捌去找到两界结合的，这个球较少。来，试看嘛。这应该球较少啊，但是同起码互你了解讲内面两界结合是什么情形。
内面迄架较定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内底有呢，有啊。贝贝，伊这青花岩是为是走那个啊，啊中空壳的，啊即个即个是个沙岩，有啊真光过，安尼，啊光过先把这蛤蟆先先过，真啊带入去，啊真包伫内面。包在内底。迄边拢石头啊，啊这看起来就是粗面，啊这看起来就是较幼面。嘿，我即摆学着的是安尼啦，啊所以倒捡即条，想讲来看觅内底敢有物件，啊叫做讲一个，就是有这一寡白白的蛤蟆螺啊伫咧内底，啊看等下佫有其他的机会看到其他物件，安尼应该算有吉地啊。关掉。哦，辛苦，欢迎你啊！再去遐看有够侪物件的，啊即摆，先去了个现场，嘿啊，啊，这就是我的工作站。了解。诶，啊，像这种客顿啊，这种伫迄个四高，哦，伫咧四高顶，啊，这是伫迄个二龙山遐。这二龙山的树树叶化水，迄个环境，但是有些伊也会找到伊遐海洋的生物，这是牡蛎啦。哦。因为这规种含伊这砂岩，这沙岩，这砂岩，这蛤蟆，这蛤蟆里面呢，都较大型的，这鹅啊，这较早野生的鹅啊。手较大的鹅啊呢？不止哦，到这个咧，这到这安尼，你看，这大粒的。有。哦，够食哦。有是，这野生的。哇，这古早的鹅啊，遮尔大面。这个地层差不多伫迄个500万年到600万年左右。哇，遮久哦。哦，迄个二龙山遐嘛，红港遐，啊，这个环境拢是这树拢是我种的啦。这我一手大人造成的。这就是咧浅化石时阵的工具啦。有在蛤蟆啦。对啦。哦，这支影陪我20年啦。哇！你讲到了，这无拢用得去啊！你本来安尼嘛，安尼不夹，啊再先送。啊，这本来就长啊。咱了解真久。这本来就长啊。这好少，但你看看这拢是一千块。哦，真正。拢是1,000，啊加一个手，啊加一个心。了解。那咱来，目前差不多有4人几件啦。像这一件安尼，你今日有去到现场嘛？对。啊，这件啊，徛咧倒来。我伫遐无现讲啦。我无伫遐。原因咩？我判断这件应该是伊的完整度头有90%左右。我若伫遐现讲，有可能就像安尼。可能海豚。会足可惜的。我讲这就是有内面有机会。就是讲安尼看安尼有机会，内面可能有化石伫咧内面。这是敢若讲好像啊，都应该是做一头，啊都盖住个做一头呢，那会安一层，一空。是。哦，表示内面，就是迄这件有可能就有物件有化石伫内面。结果迄是啊，在迄个铁啊，袂使用这啦，这讲袂落来。铁啊去安尼，就是较稳的掉啥个。你也开去，你也看安尼，拍开去安尼，1、2、3，哇！这件完全拢无迄个号表示伫这个表面上。我当判断讲内面有只红金在内面。啊，我阁知影袂使讲到伊这个眼啊，伊大支眼啊，遮伊会断去，所以讲卡上来。别看，我无现讲，我等下慢慢啊签，就这样。慢慢啊签，慢慢签，慢慢签，70小时。签去到尾边啦，就是安尼。哇塞！这物件同类的，这件伫现场讲的，这件摕倒来签的。了解。红心大小。够厉害！其实讲实在啦，化石较迷人的所在，是因为咱伫迄个无了解、咱无去看过的情之下，
安尼用财相、用经验、用安尼去打安尼推广，内面来有即个生物、有即个生命伫内面，安尼。找花椒毋是咧找啥物珍珠财宝啦，伊是咧找生命。所以讲一句话，用生命咧找生命，用现代生命咧找较早的生命。即件安尼啦，这看是啥物？食啊！伫现伫咧看食，食就食咧。手敲，即个大鸡仔，等下食啦。两支菜食安尼咧，其实伊看会到啊。像这等下，我先互你看，袂使坐。像这边仔这个是伊的肺头，安尼，安尼，为着迄壳顶面的花草，甲表面拢看会出来呢。会出来，会出来。好，安尼你就知影吼。有当啊，一件代志专心做的时阵，时间咧过，拢无感觉。一天咧过拢无够，有时啊半暝困袂去，爬起来冲我酒。真个呢，因为会好奇嘛。我只啊冲的，较有滴的无。我才做先迄个细汉咧耍斗斗，啊，斗无了去困，半暝去想要爬起来继续斗。奇怪，这爬机卡这边是安那欠一支，半暝佫起来冲，一想可能插伫底啊。安尼，看一支真插伫底啊。有一下佫冲落，伫遮，完全爬起用滴的，安尼。好啦，咱即看即件，咱即马上过来看即件啦。这拢野山包呢，要起电灯的时候，这胃袂使出去。啥咯？伊无伫我身躯边，我就会想伊咧。哇，你你想即件呢？硬安食。这应该就这个食。你这个看得出来是公的。公的。因为做太了的时，冲出来即只拄啊伫咧倒当放个伫咧溪仔底，就咱去咧溪仔底安尼，倒伫咧山边，山边。即个看了大家下课，是哦。搁一件呀，对不对？即件，搁摸一件出来，一只。结果即件，我想讲，大陆花椒，尤其是恒春，鱼仔花椒有啦，但是要有较特别的无？你看即件鱼仔花椒啦，你一看，你若无我无讲时，你知影即件安尼？伫个溪仔底的草堆内面，安尼，你晓得意思啥？唔知。唔知啊。我会花草的。我嘛有想要找只鱼啦。嘿。但我找10几只，拢真假安尼歪过去错过，你知？因为正边看正边知影，你看安尼。鱼头，你看安尼。哇。保留到安尼，嗱，即件要互你碰者，等我客咧，爱碰的，安尼，就这样。真正做歹想象的呢，伊这材质。是啊，这像这鱼头这个，照你讲，伊应该得爱冒咧，这灌沙走入去，清，就是咱台语话就天开去啦。伊这是伫迄个山内，迄伫个地山内面的冲出来。互恁看一个较无共的物件，这看要下课。安尼，你看，哇！这不是透早才车要回来。这是不文革嘛，吼，文涵啦。安尼你看，透明的。哇！这内面的物件，内面的成分就是啥物小共的。挂伫壁都石冷咧。胃拖起来都石笋啦。安尼啦。两个小黏，迄个石条啦。石条。这伫蛤蟆入面，这变花椒啦。哇！就这啦。反正我今仔真正唔哪说感动，我做这物件看拢要起价要赔，会当看到遮尔济、遮尔奇卡、遮尔我都想象的物件。我嘛真欢喜啦。其实讲起来，这件工作我家己来做，嘛是会使，但是较遥远啦。今日有一寡好朋友，有一寡好朋友，大家来斗关心，大家来小了解。我嘛会借机会带搁较侪囡仔来熟悉遮物件。真欢迎啦，但不过爱提早到
投我做预定，啊无我也真无闲，有时啊尤其来要做风台，要落雨啊，你嘛知影我来就大无闲啊，因为这物件是靠风台，爱靠落大雨，冲爱到机会。多谢馆长。无客气，我继续拍拼。我嘛继续拍拼。啊，OK，感谢大家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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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